5月17号是国际未过恐同日，嘛是咱国内同婚合法3读通过的纪念日。今仔早起，有立委甲民间团体就指出讲，2019年同婚专法通过了后，咱台湾已经有超过12800多对的同志结婚了。伊嘛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放任人工生殖法，嘛要继续来加强性平教育。前几日啦，金门、金城各中伫咧考试题目出现侪解无尊重女性的用词，佮用错误的资料来歧视艾滋感染者。有关心性平教育的团体做一份调查，发现有7成的同志学生捌听过教职人员发表无友善同志的言论，显示出来台湾性平教育佫需要佫加强。最近发生的这个考试的事情，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现在在学校里面，来自老师的这个恶意的言论，对于同学们的伤害是一直存在的。课本内容其实反而强化了对艾滋的污名，譬如说得了艾滋的人会非常后悔痛苦的这样子的形象。可是这跟现在我们在谈艾滋的时候，会很着重在谈 U 等于 U， 就是测不到病毒等于没有传染力。民团拜三和立委举办同婚6周年性平佮进步的记者会，也呼吁政府赶紧针对人工生殖法修法。因表示，目前人工生殖法已经有17个版本卡伫立法院等待审查。目前台湾有人工生殖法的技术，但是敢若异性夫妻会当使用。民间团体认为，这对同志单身女性来讲是一种无公平的对待。再次强烈的呼吁卫福部可以针对人工生殖法中的女配偶及单身女性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台湾有这个需求，而且也有高度的社会共识。根据民团去年的调查，也发现台湾有将近6成的民众是支持女同志会当使用人工生殖法，支持单身女性的比例也有到7成遐尼悬，其中佮以18岁至39岁支持度上悬。民团呼吁卫福部应该听到民间的声音，赶紧修法，莫个拖。记者戴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